保利达 B 威士忌这款饮料的酒精浓度是有10%哦，嘛算是药酒，唔是饮料，所以只有药局会当卖。也毋过高雄市政府所查到袂少槟榔摊、佮柑仔店拢违法伫卖，上济是罚款200万哦。伫工地工厂石头做到一半，看到有人甲保利达 B 泡水料摕来啉，真侪人会啉保利达 B 甲威士忌这款饮料来提神增强体力。柑仔店槟榔摊，即马拢做够了啊，所以就买落啊。有啊。不过，市府讲，这两种商品只敢会当伫咧药房卖，杂货仔店甲槟榔摊拢袂使。药局跟那个槟榔摊比较多。哦，因为市府有说槟榔摊不能买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就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没有在喝啊。市府讲，保利达 B 威士忌酒精浓度拢到10%，如果加当归、人参等青药的萃取液，算只是用药，只敢会当伫咧药房卖。因若蛮牛、康贝特这款商品，因为无酒精，或者是酒精浓度无到0.5%，算食品类机能饮料，会当伫一般的店卖。去年查到21件违规，槟榔摊上济，过来是杂货仔店。今年顶半年也查到7件。是拢是工地咧使用较济。所以拢会甲你带到保特瓶内底，以用去用掠的。113年共查获21件违规，裁处金额为63万元。114年上半年度再查获7件违规。实际去4间槟榔摊问，因拢讲无卖，严姑也讲定有人起来问。啊，因为那个是药品，啊，然后槟榔摊、杂货店都不能卖。但是还是会有人来问，对不对？对。市府讲，若无药商许可证卖这种药品，是违反药事法，相关会当罚200万，以后会继续稽查，请民众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